梁小姐係喜悅飯店半堂店嘅老闆娘，佢好中意做餐飲。喺2021年嗰時嚟到咗半堂五約，被呢度嘅鄉風民情打動，佢呢就趁住未改造嘅風喺呢度開咗一間新式嘅粵菜餐廳。因為你知粵菜佢係真係好博大精深嚇，粵菜呢係千變萬化嘅。喺咁多菜系裏邊呢，只有粵菜係唔拘限，佢嘅一種原材料就可以千變萬化。所以粵菜佢就係講求一個變，但呢就我哋幾時都講係變萬變不離其宗嚇，即係創新不忘本啦。我哋一直都係秉承咗呢樣嘢去製作。除咗美食之外，飯店嘅裝修亦都融入咗好多嘅西關文化元素，就連地磚嘅選取都特別有講究。喜悅飯店採用嘅係西關文化特有嘅紅地磚，排布就有啲參差不齊，因為呢啲都係老闆娘喺購物市場淘翻嚟嘅堅嘢，為嘅就係保留西關文化特有嘅嗰份風味啦。仲有比較有特色嘅就係青磚街道。喜悅飯店冇將佢哋重新翻新，而係保留咗呢個街道原有嘅樣。呢種改造與保護二合一嘅理念，同半堂五約未改造嘅設計初衷相互吻合。咁咧，我哋做嘅初衷咧，就希望話我哋老泥灣呢邊咧，會更多好多人會即係有情懷咁去翻嚟去食飯。所以我哋做嘅菜品咧，會融入咗我哋一部分嘅西關文化嘅一個情懷去製作。其實喺半堂五約呢邊，好似喜悅飯店咁樣嘅鋪頭仲有好多，喺創新中保留原有嘅意義，傳承粵文化。隨後我哋聯繫到翻屋企微改造中心嘅負責人，佢話從前呢度有唔少房屋都係危樓，而如今已經煥然一新。喺外觀微改造嘅同時，半堂街區仲會邀請商家入住，同原住民溝通諗法，將閒置嘅老屋改造成各有特色嘅商鋪。咁首先咧，我哋就喺2018年嘅時候就會同唔同嘅村民一齊去組成一個項目嚟做委員會嘅，跟住裏邊就除咗有街道嘅工作人員啦，跟住有我哋啦，咁仲有好多唔約嘅村民嘅叔伯兄弟係一齊會參與討論嘅。咁我哋成個微改造過程，包括好多重要嘅建築啦，都會邀請到佢哋一齊去參與投票設計甚至俾一啲建議咁樣。希望我哋最終改出嚟嘅嘢都係希望佢哋覺得舒服嘅，咁同埋更加會有村民參與咁嘅話，佢哋肯定成個過程裏邊就會更加順心順意一啲咯。對於半堂五約呢個具有約900年歷史嘅文化街區而言，堅實嘅歷史底蘊唔會隨住時間嘅推移被雪藏。喺呢個時代發展嘅洪流之下，政府、改造辦、新入住嘅商家以及原住民在內嘅半堂五約嘅組成者們，似乎都達成咗一致。改造固然重要，但係改造嘅前提係依附保存嘅根。喺呢度，新與舊唔再係一對反義詞，而係一對共同推進半堂五約向前向好發展嘅強大力量。老一輩可以享受到時代進步背景下微改造為佢哋生活同街區帶嚟嘅便利同美化，新生代們亦都熱衷於來到此處感受文化同歷史嘅魅力。喺半堂五約，我哋可以睇到發展與高質量發展最顯著嘅區別，就係後者相較於前者多咗一份名為新與舊共生共存嘅珍貴內核。